药房而已，有必要装这种机关吗？这是我穆家的宝库，为了防止贼人偷盗，自然要备些机关。好贱！师傅，你别管我！金兵师拿了宝剑，快走！那怎么行？我帮你解决他！又要毒他！好。可是这里都是补药啊！有了，来吧，捂死你！师傅，是不是哪里不对啊？我的一生就要这么结束。师傅，春风不孝，来世再做你徒弟。穆晨风，你还好吗？安全了，多亏了师傅。没事就好。哈，等等，我可没说要做你师傅。